观众朋友，今日过好冇？我係阿明哥劉浩明，歡迎收看福起來。台灣已經入去高齡化社會嘅，但是更加人叫我過少，或者長期照顧變成一個最重要嘅事情。但是一講到長期照顧，大部分人啊，如果你咪講，要不工作薪水過大，要做事情過多，或是過少人去做一件事情。但是我哋屏東縣有一個企業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伊唔單止提供長期照顧嘅工作，而係幫幾多人開始睇下工作地位，創造伊自家應得到薪水。我哋今日都馬上邀請到我哋嘅勞動合作社嘅經理，還有一位周夫人來到我哋現場。我哋馬上歡迎我哋嘅經理，倪經理來到現場。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有限責任屏東縣第一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的經理倪榮春。我哋現場咪有我哋嘅周夫人、總領導、總先生來到嚟現場。各位大家好，我係替照顧嘅周夫人、總領導。歡迎兩位來到我哋現場吼。第一想要問我哋嘅經理吼，做乜按照勞動合作社，要同一般的公司有乜差別啊？一般的公司有勞資之分，勞動合作社沒有勞資之分。所有的照顧服務員都是合作社的社員，他們都要繳股金，繳的股金就是股東，股東就是老闆，所以他們既是勞工也是老闆，這是跟公司最大的不同。嗰種人意思都講公司嘅話，其實有出錢嘅人同本人搶嘅人，但是合作社變成講，他家人如果係股東嘛，係員工嘅意思都差不多啦，對，每一個人其實都是在這樣子裡面，既是股東。也是老闆，也是員工的意思。是。嗰種唔會認為講用一個合作社方式對員工來講係夠公平的咩？當然啦，因為有結餘的話，不會被資本家拿走。這些結餘款都按社員的貢獻度再返還給他們啦。但是呢，有的問題就講，一般啊，等嚟講公司開始嚟做時間啊，等嚟老闆可能自己要有資金。我說我的那可以是去做一個公司，對。但是從合作社的角度來看的話，那他一剛開始的資金是哪裡來？因為公司的話有資金啊，那合作社一剛開始的營運資金要哪裡來？營運資金當然是我們社員要認股繳股金啊，合作社就是社員共同經營，那當然就要共同出資啊，然後共同分享勞動後所得的報酬。但是一般的人公司講，譬如講人公司一開始營運唔成上路嘅時間啦，可能人如果老闆如果自家去 keep 數嘅都會虧損。那對於合作社來說，一剛開始還沒有上路的時候，那股金用完了，那合作社裡面的成員，那他的收入哪裡來？所以我們如果股金用完了，那大家寧可少領一點錢啊，不要讓這個合作社解散，大家都沒工作啊。所以說，在一剛開始在組成合作社的時候，其實大家都會去理解說合作社它本質是什麼東西就對。對，這個要靠平時的教育啦，合作社的教育。那當初經理怎麼會想要去成立這樣子的一個合作社呢？那是我在民國98年從屏東縣政府社會處長退休，退休7月16號就當選屏東縣慈善團體聯合會的理事長。沒過幾天，8月8號就碰到莫拉克颱風引起的88水災。我是一位社會工作者，我當然就義不容辭跳進來當救災志工嘛。緊急救援期通常是只有3個月啦，3個月以後就是長達3年的災後生活重建工作。我們當時就接受內政部的社會司的委託，到屏東縣的萬丹鄉負責萬丹鄉的災後生活重建工作。我們進入災區第一件工作就是要了解災民的需求嘛，然後政府才能夠回應嘛。所以我們挨家挨戶去普查，每個災民給我們的要求就是說，不用政府給我們補助啦，只要給我們一份工作就好了。每天訪員回來的回報都是這樣子。那時候我在想，萬丹鄉只是一個普通農業鄉，哪有什麼就業機會可以創造？後來想到說台灣的老人越來越多，
我们只要做老人服务事业，应该就可以创造很多就业机会。所以就在民国100年8月8号，也就是莫拉克台风2周年的时候，创办了屏东县第一家照顾服务劳动合作社。我们从那时候做到现在，我们现在已经创造125个就业机会了。当初是因为要创造就业机会，才创办这个劳动合作社。没想到这个劳动合作社也真的让我创造了这么多的就业机会。其實好多經理講嘅最重要嘅事情嚟講，其實其實對我哋屏東人民來講啊，發莫拉克風災係一個最大嘅一個風災。但是風災過後嘅一種救助地方，其實一般嘅人嚟講，30年以內都可以把我哋嘅家人去清槍啦，一個最基本冇得最迫切嘅一種危難都可以度過。但是度過以後，其實災民最重要講，那落實，有乜個工作可以做嘛？可是，所以說那個時候你們就想到說，其實給一個工作機會，對那些我們當時受災的居民來說的話，其實是最直接的幫助。對，幫助太大了。但是其實因為屏東縣是個農業縣啊，那你們為什麼會不想說，我們做一個農業合作社，或什麼之類的？為什麼選擇勞動合作社？尤其是你又選擇是一個照顧服務，其實照顧服務大家就會想到是一個薪水很低、很辛苦的工作，為什麼會選擇這樣子的一個職業型一個項目呢？對，那可能是跟我的出身背景有關啦，因為我是一位社會工作者，而且在屏東縣政府社會處服務那麼多年，你叫我來創辦一個農業性的勞動合作社，我農業不懂啊，我怎麼會創辦勞動方面的合作社呢？但是那個時候對您來說，所謂的照顧服務這件事情是你自己之前在當處長的時候就已經接觸過，那但是實際上做的話，應該還是有一段差距吧？當然了，我今天如果不是在社會處服務過，我也不會想到要創辦勞動合作社。但是一般人有沒有想過講，見面其實我先來請一份工作，但是我冇想到講我會做一啲勞動服務員。當初你們怎麼開始去訓練那些來參加合作社的人變成一個勞動服務員？因為可能對一般來講，勞動服務員台灣人都講可能要做這些規多啊，然後薪水也貴大，一般人會接受這樣子可能勞動很多但是又低薪的工作嗎？一般照顧服務員大家都認為他的工作辛苦，那如果是薪水少的話，那當然沒有人會從事這個工作。我會創辦勞動合作社，我有分析過，只要你資本家沒有中間剝削的話，勞工的薪水怎麼會低呢？所以我才創辦勞動合作社啊。確實我們現在照溫的薪水也不低啊。因為不低，所以有很多人想到我這邊來做照顧服務員啊。可是講可能呢，勞動服務沙地包也要薪水唔係講貴大的超嘅。那一般來說，他們的薪水大概現在是多少錢呢？衛福部有規定，如果你採用時薪制的話，1小時最少要200塊；如果採用月薪制，那1小時1個月至少要3萬2，這是衛福部的規定。故事其實也要數入算項來的話，其實唔會數更加要太學生一畢業的時間拿到2萬2、2萬3呢？對。那我想問一下，張大哥，你這個睇做我哋照顧服務員做幾久呀？我目前從事業嘅工作已經有5年了。已經有5年，差不多103年的時候開始做嘅。咁你這個睇做業可能工作，你係咪同我睇要講一下你工作內容係乜嘢？工作嘅內容大部分講起來都寫成溫尿布煮飯啲備餐陪同看醫生陪同外出大部分幫案主買一些東西代餐等等等很多啦。咱通常我講到照顧服務員同居家服務員一樣有乜個差別啊？照顧服務員其實照顧服務員如包括機構
机构的一些重症，比如说有3管的，有鼻胃管、气切管，还有尿管。比较重症的就涵盖在照护员里边。居护员医师如果讲到宅服务啦。可是，你唔单止係照顧啦，係睇伊也要碌卡去照顧伊啦，攞嚟機構服務人。對。咁唔當初我想要去做嘢嘅工作咯。其實我當初為行業也嘅工作，也是一個機緣呐。因為我想講，想要從事也嘅工作，可以幫助別人，又可以幫助自家。又可以量到一些薪水，也係我主要目的啦。但是我哋會點解我想講，我哋觀眾朋友可能想我問你講，像一般來說，我哋咧照顧服務員的話，也會工作時間差不多久呀？他的工作時間大概多久啊？頂多也是1天8小時啊。你晚上6點鐘以後會有個人讓你服務嗎？他們差不多都吃飽飯、洗完澡要睡覺了。一大早6、7點，也沒有個案可以讓你服務啊，他也剛起床啊，所以我們的照護員一天也頂多工作8小時而已。不是我哋照護員嘅工作，其實同我哋一般是投入嘅工作嘛，係其實差唔多啦，差唔多8點鐘喺度工作。差不多。因為我哋可能一般人早上晏邊嘛唔，都看人可能過來嘅，係嘛唔前去上班，其實嘛唔需要我哋做照顧服務員嘅服務。那剛才你話。但一般人來講，以這個會有固定的一種休假嗎？當然有啊，我們也是跟勞基法一樣，我們也是要周休2日啊。如果你禮拜6要加班，他做居家喘息服務，那我們的待遇都優於勞基法。勞基法規定2小時以內要乘以1.34倍給勞工嘛，2小時以外要乘以1.67倍給勞工。我們不管2小時以內或者2小時以外，我們通通乘以1.8倍給我們照護員啊。一開始本來要幫我哋在面的工作機會，冇想到後來培養出咁多工作機會。休息一下哦，等下我哋埋嗰度個精彩故事哦。歡迎過來，福起來！上台節目，我哋今日同人講，我哋勞動合作社地位係用嚟去組成，用嚟去合作嘅。我想問一下總太哥吼，當初現在也係勞動合作社時節啦吼，第一，勞動合作社應用嘅人能可以參加？其實入來時節，我先去學校嘅上課，差唔多上10日嘅課，上課嘅時數差。我有123小時，拿到嘅專業證書，咱可以從事呢個工作。去上網嘅課堂冇上到講，我哋上下話係上國文英文嘅課程嚇。其實上嚟嘅課係上照顧服務嘅一種基本嘅常識。啱過我哋勞動合作社，為到我哋員工。又在另外開一個考證照的班，要考證照的班，也是我哋的經理，他要求我哋照護員一定要有證照，一定要拿到證照，從事呢個工作，讓夠專業，也係我哋經理，就是倪經理，我想問一下，就是說，所以說現在照服員本身是有證照的嗎？是國家證照嗎？還是說我們的民間社團發的證照？當然是國家證照，勞委會現在勞動部考的技術士證照。OK， 所以說它也是分什麼甲級以及丙級這樣子嗎？以前是分甲乙丙，現在成為單一級了。所以說，現在在你們的合作社裡面的所有的照護員都一定要考上證照。對啊，我也很感謝我們張大哥啦，他義務的犧牲禮拜6、禮拜天
来教导这些新进的照护员，免费的这样子，已经今年连续办今年第5年了。可是对一般的照护员来讲的话，其实伊要运用的一种技术啦。很多啦，例如说你要怎么样让个案翻身拍背把它移位到从床上移位到轮椅，或者从轮椅移位到床上还有他有紧急情况的时候，如何为他做 CPR 急救方面，这些技术都要熟练，都要齐备。所以说，他根本就不只是要做照顾的工作，其实很多急难的事情，他也要知道是怎么去处理它。当然是。那像你这个人家做研究的地方你有没有感觉到讲有某个故事，你这个观众讲印象过深的呀？我们的故事讲不完了，真的啦。我在这里只讲一个故事给主持人听啦就是有一位小孩子。他4岁的时候小儿麻痹，12岁不慎跌倒，从此以后与床为伍了。他妈妈从小照顾到现在，孩子42岁了，妈妈将近80岁了，体力不胜负荷，只好申请政府的居家服务嘛。我们照护员每天去服务久了以后，孩子就跟我们照护员讲：“阿姨，我妈妈每天从菜市场买菜回来。”都会说很多菜市场的笑话给我听。阿姨，到底菜市场是长成什么样子？怎么有那么多笑话讲不完？每年万丹红豆节一举办，亲戚朋友左右邻居到他家，在客厅都说得很大声，说：“今年万丹红豆节好热闹哦！马英九总统也来，乡长也来，县长也来，摊贩一望无际，人山人海。”他说：“阿姨。”到底万丹红豆节在哪里举办？有像他们说的这么热闹吗？我们照护员听了心里明白啊，他就说：“阿华，我知道啦，你一定很想去看看菜市场，一定很想去看看万丹公园，因为每年万丹红豆节都在万丹公园举办嘛。我知道你不敢讲，因为你已经连累妈妈40几年了。”阿姨想要完成你的心愿，想要带你出去看看这个大千世界，也不可能，因为阿姨每天到你家来服务，顶多2小时，2小时完了，我又要赶到下一家，又要赶到下一家，这样好了啦。礼拜6是居家喘息服务的时间1天8小时，我都在你家，只服务你一个人。那时候我可以带你出去看看这个大千世界。孩子很高兴，拍手鼓掌。就一直期待终于礼拜6被盼望到了。一大早，我们照护员帮他梳洗完毕换上干净的衣服撒上香水，灯不要混然后就带他把他抱上轮椅，因为他有插氧气瓶，所以这边就要塞氧气瓶这边空空的就塞枕头，前面又用长的浴巾把它绑起来固定嘛，才安全。然后就推出去了第一站去到万丹公园，孩子一看，公园这么大万丹只是乡下地方，从来没有公园，现在有公园了远远的那个建筑物是什么？那是游泳池万丹也有游泳池了我们照护员推着轮椅就一站一站的导览解说这是司令台。当时的马英九总统就是站在这边讲话的一队表演在这里表演摊贩从这里摆到那里，一望无际猪本汤比赛在这个地方牛车在这个地方妈妈教室土风舞在这里表演他才知道体会了原来万丹红豆节是这么热闹。好第2站就推到菜市场。乡下地方的菜市场就是一条马路两边都是摊贩嘛菜市场只要是尖峰时刻一定是人山人海，吆喝声不断，热闹非凡。所以我们照护员推着轮椅就带着阿华一站一站的参观。阿华看到漂亮衣服规世人不捌看过这么水的
衣服哦，今天都看到了哦啊，再怎么漂亮的水果也都看到了，再怎么新鲜的鱼也都看到了哦。阿华说：“阿姨，我要买这个水果。”我们照顾员就帮他买了啊，看他的当场剥了吃，那种满足的表情哦，我们照顾员眼眶都红了啦。哦啊，这样一站一站的参观完了哈，推回家哈，我们的照顾员已经是满头大汗、眼冒金星了。但是他说他那一天哦，心里最踏实。从此以后，这个孩子最盼望的就是礼拜六赶快到，因为礼拜六一到哦，两个就像母女一样，到处游山玩水啊。孩子看到的每件事物都是新鲜的，问个不停啦。哦啊，这样照顾了2年半哦，这个孩子还是被上帝接走了啦。可是他在离开人世之前哦，告诉病榻旁的妹妹说：“妹妹，姐姐如果离开人世以后，你千万要记得打电话感谢照顾我的美莲阿姨。”我们每年接到她妹妹的电话是哭得一塌糊涂。后来团督的时候，我就请我们的美莲到前面来，把这个故事分享给大家听。她最后说一句话，她说：“我们做照服员的最感安慰的地方，就是被我们照顾的人在离开人世之前没有遗憾。”今天阿华如果没有碰到我们的照顾员，他这一辈子没有看过万丹的妈祖庙，没有看过万丹的天主堂、基督教会，看过乡公所的乡公所代表会学校。真的，如果没有碰到我们的照顾员，他这一辈子不可能看到这么多的东西。其实对我哋术後腳好嘅人來講嘅話，去老料啦，去市場買東西啦，網絡去看風頭這，其實係一個貴正常嘅事情。但是對我哋年輕人從研究嘅人來講嘅話，其實一個世界對來講，其實係一個貴大嘅夢想。但是伊平常唔敢來做一件事情，因為做乜？因為伊連累到伊陸客人鐵救嘅。佢好彩有我哋嘅照顧服務嘅人，可以帶伊去，或是看下世界，其實有幾多個這樣嘅地方。但是我覺得其實這個工作對於照服員來說沒有錯，它是他工作的一部分，可是他的心裡面的牽絆也太大了吧。哦，對啊，所以我們在教育訓練的時候都會教育他們啦，不要把情感放太多在案家，也要懂得如何撤離這個不過對幾多工作來講嘅話，其實要讀到安尼同我哋咧服務人員有暗沉嘅一種情感嘅一種牽絆，其實蠻冇簡單嘅事情。咁像總先生咯，你這個服務過程裡邊有安尼會影響過什麼事情嗎？有，我5年來我沒有讀到一個本來影響過程嘅一個個案啊，也都有一個4爺嘅阿公，伊差唔多75歲，伊說，身強愛洗腎，皮痛愛出，特本地買一下東西，我第一擺去服務嘅時間，伊脾氣都擋唔冇啦，伊看到唔順眼嘅事情，伊都會佢罵，我也能夠感受到，應該是他犧牲回來，4爺會回來，精神狀態唔係講幾好啦，唔過我會慢慢嚟用我耐心，慢慢嚟講，我哋開玩笑啦，講唔見嘢，我啲唔見嘢佢開啦，唔見嘢上身脈嘅啦，我等我同埋，我買本身。我記得有一擺，我差唔多慢5分鐘，我一路靜看時間，我入去嘅時間一路靜看時間，講今日多點，我講阿公，我今日眼睛又過慢一些啦，又過慢5分鐘啦，我講唔該無限呢，我講阿公快些啦，過慢5分鐘來我會過慢5分鐘。
等归去啦，我要时间要补完啦。嗰5分鐘嘅時間，比如錯過嚟。係錯。嗰種照顧服務吼，唔單止係身體嘅照顧，唔單止係居家服務，嘛係一種心嘅照顧。休息一下哦，等下啊，等埋嗰度個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所以呢節目，我哋呢李經理同我哋從泰國，同我哋分享嗰度個精彩故事。從泰國，我想重溫一下吼，唔同你講故事底部嘅愛寫嘢嘅泰國啊吼。後來呢，以這個脾氣還是按快哈，還是講你這個感覺體也狗屁個好呀？其實個脾氣吼，係湯也冇講，伊脾氣多冇，按過唔會忍耐，我都知，我都知嘅。按過伊講係照顧一段時間來吼。伊也冇同我講脾氣怪怪的，我都咁樣講，這也是我一種成就啦，一種成就。有一班，我提16時的時間，寫一半的時間，伊突然間就昏倒，昏倒，他是仆在個乜嘢洗臉台嘅個呢？仆喺度嘅，我當初我發現嘅時間，我講阿公弄強用啊呢，阿公用係唔係唔正，我都把他抱住，我就說我就一直同這個講唔怕，因為這個急救我有學過，我就是一直注意他嘅生命真相，然後。從他的那個背部，那個用力的，先用力的拍打他，拍打差不多1分鐘左右，他慢慢醒來了。那時候我真的嚇到了。他醒來的時間，一路經同我講，張偉啊，我以前唔係安尼呢，伊那樣安尼，從這次之後。我就感覺到說，這個阿公，他是不是就是有那種，就是想要離開人世的那種感覺了。隔天我去服務的時間我感覺伊喺犧牲十分好。伊就同我講個青島話我咩地講嗰度話大家大家攏在過愉快嘅。嘅7分鐘完成亞服務，差唔多再過2年，我去服務嘅時間，我嘅門我呢邊嘅時間講奇怪，伊個門應該攏會定下來，伊都全部門會打開來啊，鐵門都會打開來，結果我去嘅時間，個門開一半嚟啦，我都感覺講冇窮樣嘅佢冇窮樣。我都一問隔壁鄰舍嘛，講請問一下伊個門攏開一半嘅，隔壁鄰舍都拿啲遙控器，同我開門開來，門打開來嘅時間，我行入去，我發現個阿公放喺條個面床嘅天下，我都問講阿公唔曉成樣嘅喏，伊都同我講伊要想要去便所，袂赴，緊張，都放下來。阿公，你唔去甲摸金裝，你天天的來，慢慢來就好啊。如果阿公唔去甲摸痛，來先同請槍來，假如唔去我用摸傷過的地方我都同喊救護車。不過伊都堅持講，唔是很差的，我去甲過好。建議的，全部提用好的時間，要提細聲，細個槍建議的，伊也特別歡喜，幫我細個槍，又幫我去買一個客家人的，伊又同我指定伊要是客家人的個航班呢，拍的航班，拍條公班，
我去买，伊讲加买加买2粒啊，哦，多买2粒啊，抢来说，哦，我讲好，我买几粒，我买一桶，我买盆，哦，啊买几段时间，我又皮跟我说，说下来哦，伊又讲伊要休息，哦，休息，今日咧休息我照顾好8点钟，哦，伊也顺咧回来读书回来时间，哦，都发现讲，伊也讲已经没有意思了，哦，怎么叫，哦，都叫不起来，哦，那时候他女儿打电话给我的时候说阿公走了，那一天的情况哦，是我服务他最后一次了，突然间这个消息传来，让我一时之间心情会清苦哦。这是我比较难忘、感动的地方。其实谈访落来讲的话，其实我哋咧照顾服务员，伫冇冇度多几多安尼嘅，俾人家几伤心啊，几难过嘅事情。咁我想问一下你经理像人家要照顾服务员大部分有多少人啊？大部分有多少人啊？我们现在照顾服务员115个，居家服务督导有10个，还有4个是个案管理师，还有1位会计。可是这个整个的组织是非常的完整的哈，因为不只有一个一家服务员而已，他其实还有个案管理师，还有督导。都等于讲，一旦我哋去服务的时间有乜问题，就可以带过来，帮我哋呢合作啥地步去反映出来，有乜个解决的事情。那你的服务的范围有太我们的办公厅在屏东县的万丹乡，那我们就从万丹乡向四面八方扩散，所以我们服务的范围邻近的屏东市林洛乡、长治乡、内埔乡、竹田乡、潮州镇、坎顶乡、兰州乡、新园乡、东港镇，最远到小琉球乡，也是我们的服务范围，一共13个乡镇啦。可是其他服务其实归太范围的吼，咁头先我哋呢意見你有講到一件事情，你講，我哋可以用政府去申請其他服務，我哋按樣為對政府去申請其他服務一件事情。我们现在的政府是一个电子化的政府，所以你也不必亲自跑到县政府了，你只要打一通电话，打1966，绝对会有人接听，然后你把你的需求告诉对方，他会问你姓名、住址、电话什么，你都告诉他，然后这样就完成申请了。那怎样的程度，或者是怎样的一个状况的人才可以去申请这样的居家服务？我们长照 2.0 有规定几种人才可以申请服务嘛。第一个就是65岁以上的失能老人不是说65岁以上就可以申请，还有失能嘛然后身心障碍的，如果你有身心障碍手册，那就不分年龄了，就可以申请服务了。那原住民是55岁以上就可以了，以前只限定山地原住民，现在长照 2.0 放宽到平地原住民也可以申请服务了还有50岁以上的失智的老人失智者啦还有 IADL 失能的老人跟 IADL 失能衰弱的老人也可以申请服务。那他们申请服务的应该说时数吧，或者是说他的服务的内容呢？我们以前长照 1.0 是用时数来计算的，现在长照 2.0 是用项目，洗头一个项目，身体的基本清洁一个项目陪同外出又一个项目，一共有24个项目了每个项目都有它的单价。其实你講錯啦，因為冇可能講伊申請1點鐘洗頭毛洗到超過1點鐘又頭啦冇標條件就做的什麼可是一天把頭啦冇洗黑啦冇如果你清潔的時間、洗身的時間唔係用點鐘來算呢？咁一般的人來講我幫佢申請呀服務的話，我要付出多少錢這個政府有規定啦如果是低收入戶，那就全額政府買單
政府补助我们都不用出半毛钱了。如果是中低收入户，政府补助在95%，自己只出5%。那像我们是一般户啦，一般户政府补助到84%，自己只出16%而已。咁像安尼安好嘅合作社吼，係咪有其他單位來問講，我哋按樣嚟去做業嘅合作社？現在幾乎全國各縣市很多人都慕名而來，因為大家都怎麼會想到這麼好的經濟制度啊，像理想國一樣啊。所以我現在毫不藏私，只要有心人士想要成立勞動合作社，我就教他，我就輔導他。我目前在全國各縣市已經輔導13家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成立了。可是好彩有你經歷的按用心的經驗，唔單是本人有一個好的工作，我幫我哋愛照顧嘅人有一個更好嘅照顧嘅環境。你今日個感謝你經歷同我哋嘅狀態角度上嚟現場同你分享安多安精彩嘅故事。謝謝主持人，謝謝各位觀眾朋友，希望大家一起來關心我們的社會。感謝大家。休息一下哦，大家聽下你欣賞嚟，運動運動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到了好好運動的時間了哦。今日我教大家係豎臀腳的運動。運動之前，請準備一個冇用到的塑膠桿呢。準備好了嗎？都可以同我同下做運動的喲。好，請兩隻腳打開來，我哋先練習我哋的手，好手伸出，好低低背。係豎入來，伸出去，豎入來，伸出去，豎入來，伸出去。好，我也嘛，真簡單吼，可以同人同下放起來哦。啊，加上你腳，行你腳，好，來做一個跳腳，好，啲後背腳放來。再鼓下來，一定要鼓下來，再後腳放來。好，來做一個分解動作。1、2，搶同下，臀線上同下做。也動作訓練嘅手臂，還可以訓練嘅大腿。嘅腳，嘅腳嘅重心要移好哦，吼。我哋慢慢嚟做，啊，繼續嘅跳起。準備試下1、2、3、4、5、6、7、8、9、10。好，休息一下。好，同同啊，把你手放鬆一下。好，來，同你腳同下打開來，手頂嘅。右手片打出去，好，第二個右手片打出去，好，彎片，好，一片一下，彎片，學會嗎？更加來練習腳，你腳，好，伸出去，墊落背，伸出去，好，手放來，再彎片，伸出去，
停頓線上通下做哦，更加愛手同腳夾放來，訓練你嘅協調哦，哈！準備哦，開始哦。用下來手可以用個油味一片。再來試下哦，1、2、3、4、5、6、7、8、9、10。好，來再來動作呢，將兩隻腳好可以合攏來。好啦，做一個上下交叉動作，上下挺胸來，再變下去嘅動作。好，手伸出，變下來，1下2、3、4，臀線上通下做運動。再來交叉，腳冇停下來哦，要繼續哦。也通常呢，單人細人呢仲可以做哦。好，平常啊，看電視有時間仲可以做運動，安尼呢，心情嘛會停落嚟個好哦。好，慢慢呢，放下來休息一下，做一個伸展來，起起，跳起。慢慢的，用個腰背喺上面做一個伸展，做扭轉，回到中間，彎片，過來，用下來，好，能再一擺哦，好。同個手壓高啲唔個肩條繩，打出去再伸過來，用下來，伸過來，好，夾雙個腳，夾後腳，個杆呢我拿好喎，跌下去靠到腳會個痛哦，嗬。慢慢的回來，過來，好，聽嘢動作還記得嗎？聽嘢動作，按下愛打出去，就過來，打出去，就過來。手盡量打出，腳嘛盡量打出。準備試下1、2、3、4、5、6、7、8、9、10。好，再來同按呢腳來上下交叉。
你的腳掌上下交叉，係來加上手上下交叉。阮動作哦，請長臀先生一下來做，來阮動作交叉，阮動作豎向來，打出去，豎向來，伸出去。好，慢慢的，好，用下來休息一下。更加像腕片，好，臀的手、牙膏、腳做弓箭步。可以的話，再下去，你的手盡量放出，慢慢的再數過來，腕片。腕片，你的手因為這手塊表現的腳趾條風，歸來再腕片，歸來。跳起，用個後背做一個全身，再下來，用隻手用個肩條，老人看呢，用豎個肩條，啲後背撈。做一個舒緩，很多欣賞通下做，慢慢的腕片，好，慢慢的過來，真好哦，有做到的哦。今日的運動唔記得了冇？安尼的運動呢，又簡單又實用。做環保又可以做運動，好好運動，安能下次再來聊。